好，伊武功遮尔好，竟然就无法度通闪开我拍出去的表。无怪马公主咧讲，我的标法若是带中原，会用独步武林。确实，迄一个好人，虽然讲伊伤着马公主，无定着这是一个误会，我嘛无应该一表就将伊拍死。也毋过，伊骗我讲伊就是苦心的，但是我嘛无甲讲。 我就是上路过银莲公主啊！我无死你，公主，你唔好生气哦。迄是讲你一直啦，唔讲你的身份跟会来。哎呀，唔讲你的姓名，所以我唔得用这步的。原来你这个我的表，你是假死的。当然是假死的啊，公主，你唔好生气哈。 公主，莫叫我公主，我是微服来贵国佚佗的，你还是叫我金姑娘。哦，原来就是金姑娘哦！我实在讲啦，毋是故意要骗你啦。啊，因为讲你伫要找我下工量，我若是当初老早甲你讲的，你犹原嘛是共阮像拄则安尼，对我无分无话就出手啊。所以我毋知去假着苦心的名。哦。 你的武功遐尔好，敢惊我甲你刣？嘿，无咯，我素来是毋惊人刣的人呢。我是认为讲你啊是受人利用，我毋则想要来甲你劝导，假苦心的名，想袂到讲你竟然也对我出手，佮不顾要离别啦。我知影，第二摆咱见面的时阵，我着急要去找下工量。 我想要甲你加讲，后来我受伤的时阵，伫咧疗伤，袂用互人干扰，所以你一直到今仔日才有机会对我讲这。是啊，那安尼金姑娘，我着多谢你咯。你是一个通情达理，会当原谅在下。慢请，讲原谅还阁伤早。哦。 你为什么将马天和刺成重伤？到底是为了啥？无，我伫当时迄个马天罗受伤啊，我则无。哦，你唔相信啊？我会用对天手抓，我确实无去伤到伊马天罗，你会用我相信我一摆？好啦，相信你一摆，因为你救过我的性命。 而且，照你这样高强的武功，会用对我一在忍耐。相信你也毋是一个心肠狠毒的人。是啊，我即摆来去找马天河，来化解恁两个误会。安尼真好，我应该甲你说多谢。你若要走，我叫苦心要准备一道酒菜，我就甲你饯行。
明白啊。咱廖公主，下公主唔在困袂吼，有一个壮士要来找伊咧。就是困啊，嘛要叫伊精神。这是武林大明主的传简。收传简令下江了，因为武国害死一个袂晓武功的中翠府，违反武林正义。 并有马天河乡里做认证，本座为求公正武德，太会同武当派蒋文林现真主，点冲派蒋文林离奇，当场判问下江良。5月15日5时前往就挂冲山，令仙阁新闻，不得延误处令。 武林名士名士秋，这件代志敢真是真严重吼？嘿啊，夏老大的，你敢食伤影会害死丁翠武？你是咧胡白讲啥啦？老大敢是迄种人是？是讲老大，迄个明大爷嘛真无够意思呢。等顶一帮啉酒醉，伊也走来遮发酒狂啦。 我背剑要伤咱哦！你不但是无甲伊计较，反倒转来用迄啥物解酒汤啦、泡烧茶安尼甲伊照顾，伊即摆哪会用咧对待咱？好心啊，你袂当清楚了。明大哥若是安尼做，伊完全是为我好。伊身为明主，尤其阁有马天河乡里来伫做认证，伊会晓不顾一切。 命令我自尽，又搁再邀请就现真主，甲伊离奇这两个老前辈当众要来审问我，伊就是相信我，定爱讲我是受误会啊。若安尼，
老大，咱啥物时阵要去挂冲山？我想明仔载透早我就要赶路，我嘛要查一个清楚，到底是啥物人陷害我毋才会知影。安尼好，我先来去准备马匹，慢影。啊，你甲老大准备行李。好。经理，你是伫咧担心讲用配的代志是？大哥太堕落了，阿爹早就将批内遐个字亲手刻伫咧喙玉款，外面搁再搁一烟琉璃，什么人都袂发现着。经理，你是伫咧安怎呢？无啦，我是伫咧想讲，香梨甲翠有敢是同时失踪的？甲伊掠走去迄个人，什么人香梨应该知影，伊为什么要当场来指证？哎呀，这真简单的代志嘛。香梨咧，伊是受到要加害的人甲伊买收啊。赵夫人，也毋过我心肝内会惊呢。人是要叫你去做证人，也毋是要甲你治罪，哪有啥物通好惊咧？你做你放心去挂冲山。也毋过，伊若是知影讲香梨已经死啊，我是一个假，伊若安尼，我敢毋是难逃一死咧？这件代志，只有你甲我知影，你哪会去互人发现着？李玉，这件代志，你若甲我做会成功，我自然就收你起来做义女。是真实的。马公主，马公主，阮公主转来啊呢。公主，你若一个记遐尼久拢无倒转来，我逐工伫咧担心你，惊讲你叫下工良甲你抾毒手啊！多谢你，马公主，我嘛一直咧担心你的伤呢。我的伤，哎，我的伤已经好啊。已经好啊。你伫咧关心伊，啊，伊伫咧关心你。我看吼，恁已经心心相连啊！马公主，我已经记到夏江良啊，伊不但无伤我，而且还救我的性命。大雄，伊毋知影讲你是为着我的代志去找伊。伊知影啊。马公主，这是什么人的请帖？是武林大名主明思秋。夏江良过早无偌久，就会受到报应。你真是要去挂中山罪证？当然咯。马公主啊！你千万唔通啊，去做情，黄粱来是受冤情。劝你忍耐啊，搁再查证，无赖无果会众生。也请贴顶面，写分明，用你两眼是看的你情啊。害死翠有的性命，我怎会无赖？伊受的冤啊情。
良也无深交啊，你哪会认定讲伊就是一个好人咧？一个人心地善恶，并无难发现。之后会当分清是非的人，就一定会当人情善恶嘛。公主，那安尼讲，恁就认为讲我马天后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咯？马公主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。3年前，咱头一摆见面的时阵，我就发现你是一个通情达理、是非分明的人。有时阵爱甲毒，会互人的心理产生心结。公主，听你的口气，恁就认为讲我对夏江良有成见。为着翠羽，公主，你误会我了。呀，你袂了解。天后的心胸，我怎会因都是阮起生？每人提亲分一定，才知翠有伊令我有温情。伊对江良深情意，我决心要成全不迟疑，随伫江良所念起。我为着这个正义啊，才不要留伊的正义，才不留伊啊。公主，既然武林大名主出面主持公道，这件代志总会水落石出的啊。马公主，我是一个较直性的人，假使讲话若有啥物所在冒犯，希望你毋通见怪。公主，我要哪会咧？你不但是救我的性命，而且为着我的代志，也受了不少奔波之苦。我才毋知影讲要用啥物来报答你这个大恩情啊！这毋较简单，你着做阮三路国的驸马就是啊嘛。无啊，你是咧创啥啊？啊，总无讲老大爷甲陆公主，人因已经去食远啊呢。啊，你安尼家己一个住遮鬼鬼祟祟，无你安尼咧创啥你啊？我也无咧创啥啦，我是咧甲包好甲物件看好势，毋则袂去互贼仔偷摕去。吼，迄个夏老大个，毋是伫咧讲即摆要去迄个挂冲山吼，是路也有好人啦，也有歹人啦，迄落落过缩过的人是大堆，啊叫咱着较细腻，啊我较小心者安尼也毋好。啊无你有啥物物件咧惊人偷摕啊？来，我看卖咧。袂用个看是安怎袂用个看？人这都袂用个看的。你讲袂用个看。你这个查某哈，怎么我都已经收骹洗手，无要搁做贼啦？啊，想袂到你竟然会去甲人偷摕珠宝，得要来败害我的名声。啊，好，你甲我行，来去禀报老大，恁爸要甲你送去官府。啊哎呦喂啊！人这也毋是甲人偷摕啊，人啊是叫来迄个主人互我呢。无啊，叫来的主人是啥物人？我嘛毋知，我逐摆若甲伊见面，伊就拢坐伫咧桥底，啊桥帘搁放落来，听伊的声音吼，介像是查某的。吼，啊，伊是安怎要送你遮济珠宝？啊讲啊，伊讲吼，叫我偷听夏老大的甲陆清伫咧讲话啦，看因若讲啥，叫我就去甲伊讲嘛。啊，我
原来你是去受人利用。哦，行，是要行去倒啦？这个所在啊，当时伫咧闹水灾，足侪人拢无厝通住，住伫咧前面迄间破庙内，拄啊好将这个珠宝摕来去啊救这灾民。多谢，歹势吼，恁拢总已经无啊啦，若是有诶摕无着诶人，恁都毋通见怪吼。多谢。只要讲有大善人来救济灾民，咱也来分咧，好心诶大善人。可能阮啊公孙啊吼，一个来分咧吼。好，你稍等咧。我问呀，你也搁有藏伫倒位无摕出来无？无啦，拢嘛互你摕甲空空啊！好，这较好。这袂用诶，人这6000送我诶啦！上讲袂用诶哈，你挂这哪有啥物路用啦？这都互人去买米啊，这袂使，你更难呢。这较月款送你。多谢。